繼續嚟關心嘅係南投信義鄉神木村嘅龍華國小，去年8月太歲嘅時間呢，盆水打黑的，雖然更加有民間團體願意來應用重建學校，不過也學校都帶會起亞奶。上一次目前隔天，南投縣教育處最近有個初步的規劃，打算將學校遷移到隔壁嘅同富村。不過同富村的鄉親佢當然有反對哦，因為龍華國小新的一個高地，硬是係村民推汰生養拿，推能漂嘅農地，而能路上講也加也只嘅係醫學校，而能用嚟生飯咯。我抗議新木村轉來家。村民來拍布條，太想抗議，表態更加不滿。因為縣政府教育處打算同龍華國小遷去同富村重建。村民講，計劃起學校嘅地有2甲外，但是依時呢條土地來生活嘅人，實有5、60人，嗰邊農地拿去起學校，呢條人嘅生活也是會受到影響。啊，我都考慮嘅食飯咧啊，辛辛苦苦咪種了種了地位好食飯生人嚟讀書啊，係啊，讀書攏用嘅貸款嗬，係啊，而咧人係社會去學校嗬，我都食飯都冇飯好食咧啊！你假徵收我後計，我這地我嘅囝都無通生活，莫講甲孫仔去啊！同富村長講，村度已經有2間小學，我重建龍華國小嘅所在，而啲2間學校都冇起建。所以政府大家嘅聽解合理性。我吹我同富個國小嗰些，我老去算個起落數啊哈，累多了大概種2公里半天，了大概過去到我個同主任個小個所在，爭1公里天，2百吹了半棟房，過去一間學校，而了條人去學校本地讀書嗰些，影響到。我本地香港人按多，你做了這些事情咁錯。針對同富村民嘅抗議，縣政府教育處講，以後積極處理學校嘅遷徙，但是村民嗰邊有義務會同佢哋各做溝通。我們會跟同富村村長跟當地住民，我們再進行進一步的協調跟溝通。我們也會在有共識之後，才會進行學校的重建。同富村民講，正歡迎龍華國小嘅學生轉學到同富村來讀書，但是我睇下同耕種嘅地用出來起學校，同富村民嘅未來又係用個實。看下新聞李鳳琪，南田報道。